花，感情总是行同齐。怎样爱才会讲白？怎样分才会相识？你对阮的心，阮对你的情，予世界充满美丽。感谢你送我的花，感谢你所讲的话，无论情我深爱我深，总是伤害一个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。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代价。咱行过这段路，亲像试半月。孤单放风吹，悲伤放雨飞。无论心外酸，风外酸，感谢有恁两个。莫想遐尼多，无你怎样过？莫问遐尼多，予你的一切。不愿收回，甘愿受罪。若讲痴情，阮是世间的最后一个。细玲，你先哪啦？细玲啊，小可是啥物代志？阿妹，拄则我伫咧门口，看到你甲小丁两个人揽做伙，对伊遐尼啊好，我就想到讲哦，敢若亲像小丁恁亲生的妈妈对伊遐尼啊好共款，所以我这边啊，莫哭啦，来这。反正我都无想要哭啊，我就唔知安怎款。好啦，莫哭啦，吼。莫哭就莫哭啊。你哦，莫甲亲像囡仔同款啦。我吼有一件代志想要甲你讲。阿妹，唔要紧啊，你有啥物代志哦？你出去讲。也毋过，你莫甲我讲，你要离开遮，安尼就好啊。我就是想要甲你讲，我想要搬去宿舍住啦。无啦，因为我感觉呢比较较方便啊，我嘛惊发生啥物麻烦，所以。莫哭啦。我知影讲，你甲小丁迄感情是假，也毋过你也知影咧，小丁伊是总思念伊妈妈，伊即摆才拄好当着得到母爱尔，你着要离开伊，你讲怎？好啦，你莫哭嘛。我毋是要哭，我是替小丁一个烦恼，才伫咧哭。也毋过阮阿母啊，你也想讲阮阿母啊，伊才会当讲伊的媳妇倒转来甲伊友好，来达成伊的愿望尔。迄病得才要好呢，你真正要搁甲伊？无啦，就是因为伊要好啊，我毋才会记得走。若无伊若真正好起来，咱代志的真相毋就去互知影。真相知哪有啥物要紧啊？要不你也知影，假使你真正若走，阮阿母啊，你敢知影？伊会更加失望，伊会更加艰苦。无你个，一声就翘去也袂得。细玲，
啊，小姐，你敢忍心目睭金金看阮阿母一命乌乌哀哉哦？我足艰苦哎！好啦，我嘛不忍心看伊是大人失望啊。但是，那呢？你是毋是会当慢离开我家，慢去宿舍住，好无？那要我就快点就赶快。好啦，我莫去宿舍住啦。佳姐，哎呦，多谢你，哎呦，最后。喂，OK，起来，对，起，咱走起。哎呦，规矩吼，我来去准备一个，永暗吼卖煮饭，咱吼带小丁来去食麦当劳。啊，对，明仔载是礼拜，我带你来去佚佗，来去风景区，好，我来去准备，好。喂，阿妹哦，我啦阿迪啊啦，我知影啦，我这要打电话给你尔咧。啊，你遮里搭？我咧台北啦。哈？你来台北？对啊，我有代志要来台北啦。啊，顺便吼，我带母来行咧啦。我小等要来找你呢。哈？你要来找我哦？卖啦，你卖来啦。是安那？我即摆人伫高雄啦。我甲阮同事吼，正伫高雄，明仔载才会转去啦。啊，遮尔无拄好哦。是啊，对啦，阿弟啊，麻烦你甲妈讲吼，家开一个室的啦。好啦。那呢，再见吼。母啊，我就知咧，阿妹哦，真正甲因同事出去啊。呀，哎呦，好咧，家仔吼，咱无去伊宿舍吹，留我带白走一撮。对啊。母啊，遐风景袂歹呢，我甲你翕一下相。好。1、2、3，无底片啊！啊，无要紧啦，我来去买一捆仔底片，你遮等我，哈，莫乱走哦。阿爸，记住来哦。咱到底翕一张啦。好啊。我找人帮咱翕。啊，好。小姐，麻烦你帮我翕一个好无？总共阿弟看到我甲细面仔斗阵，安尼就害啊啦。对，绝对袂用互伊认出。小姐，妈，伊甲伊翕啊。阿弟啦，好袂啦？好啊啦，回来啊啦，我你甲拜托啊啦，你稍等一下啦，吼。这边也无面哦。快点！我会惊死啦！我。阿弟，你想哪了？哇！
咱来做爸爸。阿图啊，阿图，阿图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心啊？发生，小丁啊，你去看阿妈起来未？哦，是什么代志？世明啊，来，莫紧张啦，一个慢慢来讲吼，一个。来，啉这茶。世明啊，老实讲哦，咱带你黄金谷佚佗的时阵，我去拄着阮男朋友啦。你有男朋友？伊就跟阮妈妈来台北啊，本来是要来找我。哎哟，咱拄则互伊看到哦，有够都不堪设想啊啦。因为伊唔知我来遮要嫁做恁太太阿杜的代志啊。世明啊，世明啊，你啥啦？我总想要哭，你想要哭？因为我的心肝，敢若亲像倒伫咧寒共款。亲像倒咧寒。唔对，想要交你有男朋友，以后你莫甲我讲你有男朋友好，因为我若听到你有男朋友，我的心肝就足艰苦，规个心肝就强要吹气共款。你敢知影？我老实甲你讲，其实。咱头一天见面，我就对你印象足好，我就足介意你啊。尤其看你对待阮妈妈遐尔啊贤淑，佮对小丁遐尔啊有爱心，我就深深来伫咧爱慕你。你莫安尼讲啦，啊若无吼，我嘛会控制袂掉。阿妹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起来，我不爱去，我不爱去。你毋是起来？世明，是的啦，我定下拢甲你当作是伊。阿妹，你讲什么起来？什么当作是？无你什么你讲啥？我来听甲拢无煞煞啊！后摆有机会再搁甲你讲啦。要毋过，我甲你讲哦，你后摆吼，袂使对我有迄无好的想法。啊，若无吼，我马上就走哦。又搁伤着我的心，我的心肝又搁开始伫咧跳痛，又搁伫咧艰苦。哦。还阁有啦，你后摆莫阁讲你爱我啦。我心肝甘要吹去啊！爸爸妈妈，阿母，阿母惊好哦，啊你都还阁伫咧艰苦咧，啊哪会无爱休困？哪会出来遮落落啦？是啊，无要紧啦。当我即马吼有即个好媳妇会咧奉待我、照顾我，我的病吼真紧就好啊。哦，好，阿母，遐济啦。哎呀，阿母，迄个阿桃啊吼，伊讲等你病啦较好啊吼，即几工哦，要带你出来外口来去洗洗咧，好无？好啊，好啊，吼。毋过我真上想要做的一项代志吼，就是目睭紧来去开刀手术。
我目睭若会当看到吼，我上想要看的就是我这个好新妇啦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郁。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。迄台北无看着阿妹也无打紧，吼，险啊，互迄个人吼搞惊死。对啊，哪有人安尼鼻啊、目睭甲喙，身体后倒哭的哦。就是咧，好在家仔吼阿妹也无去，若无吼一定好惊死的啦。母啊，我看吼，我陪你来看一下医生啦。母啊，像你安尼物件又搁无想要食，物件食落去又搁吐出来，安尼落去吼，囡仔营养不良，生出来吼会无健康呢。对，生出来囡仔吼，你有搁这种表情看母啊？吼，伊是讲母后生？无啦。母啊，你检查了胃无毛病啦，不过你敢会是假性怀孕？我看吼，检查一下较安心啦。无正经偷偷来做检查袂用的，若无，那是真伤心。你搁用这表情看母啊？哎呀，母啊，这年岁吼，若去用念看有心嘛，若去用知影会笑死的。袂用，我无要去，母啊，袂有心啦。再无互熟悉人看到，若无吼，见笑死哦。蔡书记，小礼拜哦。蔡书记，小礼拜。嘿，书记啊，护士叫你的名，你就记去。好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郁愁。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代。嘿，书记啊，护士叫你的名，你就记去。好。这人是安那面色？哦，书记啊，你穿安尼吼，落汗咧，搁看乌目镜，我强要记袂记住。较早讲迄护士小姐叫你的名，我说这就你啊。我传新妇吼来做3级检查啦，我后生上班啊，嘿，你是你来检查看你有心无啦，对不对？检查有心？对啊。咱庄仔来大细细，大家嘛知影讲哦，你台北甲个石湾来东区啊，即马有心啊啦，来检查一下呢，对啦。什么动机，什么检查有心啊？你若个黑白讲吼，我就甲你的嘴，你爱到耳后哦。我哪黑白讲啦？这都有个咱护士小姐嘛叫你的名，对。伊叫迄蔡书记哦，迄是别个查某啦，我是来这看朋友的。是啊，这太大啊啦，对不对？有这检查先好紧啦，你歹势啦。啥？你讲什么嘿？你搁讲吼，我就来跳下去。好啦，莫气，我不说，我卖讲。我甲你见着啊。
你转去来甲我黑白讲话，什么我来这检查有心哦，我著证明家你的嘴，你爱到耳后哦。蔡书记，请入来。我别甲我惊死，我无代无志去拄着这死野法嘞。回去，再个找个机会来。爱你爱甲阮的心加归球，等你等甲毋敢记太阳球，别人敢有可能亲像我温柔可爱的模样，像我情深意重牵你的手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，不愿搁再对你叫风流，从今放阮的爱真自由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，不愿搁再对你叫风流。